可以下载回来，你看，保存90天呢。嗯，直播9分钟有53个看呢，在谈那个手机还有行动电源充电的那个 USB 线呢，好坏真的关系到这个充电的效果。所以如果你发现充电效率差就可能要换这个新的，换那个小型风扇用的那个充电的线的 USB 线。结果效果好。